讲到买厝是一件大代志，永恒顶个月限定6都，还有新德县市，这厝若准备买第二间，贷款上济是大7成。不过永恒今麦搁再讲，若准旧厝换新厝，同意用这签切结书的方式，就会当甲这贷款超过7成。只是讲这一年来爱甲这旧厝卖掉，而且旧厝的贷款就爱还好了。就专家认为讲，照目前国内的市场这款的情形，有时好有时歹，民众要买第二间，就爱事先规划较妥当。开块门卡口6米悬的客厅，含车位宽增有72.74平的4层楼建筑物，真济要换厝的人真介意。不过，进前中银行提出自然人伫6都加新德县市第2户7成限贷令，互外界批评是拍到先买后买换厝的人，面临交厝贷款金额不足的冲击。这一阵子一直在看房子，想要换屋，可有听到就是第2房要限制贷款7成的状况，就想说还是暂缓一下，观望一下好了。为了保障民众自用，永恒提出配套，也就是自然人名下已经有1户房贷，主张是有换厝的需求。伫特定地区买第2户买厝贷款的人，必须用先贷金融机构切结，也就是民众伫特定地区第2户买厝的贷款拨款了后1年内，爱甲第1户的房贷担保品卖掉，也甲完成产权移转登记，而且爱还原债务，搁多销第1户房贷的抵押权。若做无法度如期卖厝，银行会当立刻收回贷款成数的差额，也会按照贷款有额收罚款利息，嘛完有违约金。换屋族群，他们在这个时候，如果真的因为卡在这一层的话，就给他们多一点的通融跟方便。假设在1年之内呢，他没有办法顺利如他原本预期的，不管是时间点或价格，可能他就会面临到赔售。张玉兰表示，央行放令换厝的人1年来卖掉，搁形成前1户持有贷款，争取第2间8成贷款成数，对换厝的人会当减轻负担。不过，伊目前国内帮屋市草来看，年内是毋是会当顺利卖掉，也是有未少变数。民众讨论换厝的时阵，也是爱做好时间的安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